这是我见过最让人感动的师傅，知道背叛师门的徒弟偷了传家宝，居然假装不知，甚至怕爱徒被抓，还花20万从当铺赎回来。但10年后，恋爱脑的徒弟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师傅已经快去西北了。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的遗愿竟是希望恋爱脑的徒弟不要恨师傅。恨我？师傅，是我没有脸来见你，我怎么可能恨你呢？好在师傅没有在遗憾中离开，而是在他们和解中离去。处理完师傅的葬礼后，女孩就按照师傅的嘱托找了他们戏院对面馄饨店的老板。谁知这馄饨店老板交给他一大箱东西，打开一看竟是自己的戏服。师傅竟然把它保存得完好无损，随后又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小箱子，小心翼翼地交给他。他缓缓打开，竟是象征着掌门的春和白玉灯。他说哪怕有一天他不在了，也一定让我把它交到你手上。他说这把伞传给你，就是你的。如果你当了这把伞，就一定是遇到难处。同时他还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爱情，原来这馄饨店的老板是师傅的恋人，他当年没有同样私奔，于是他就唱了一辈子的戏。男人就在戏院对面开了一辈子的馄饨店。师傅甚至还感慨地说道，他过了我不敢过的人生，而我却走了他不想走的路。其实你师傅这些年一直感觉亏欠你，禁锢了你。虽然他没明说，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琢磨。他一生献给了戏曲，他这一辈子也只会教别人唱戏，而我呢，也只能在他对面默默地守着。之后女孩何去何从？大家可以去看最近的热播电视剧《时光代理人》，这是由高达9.7分的动漫改编的。里面的2位男主，一个有短暂穿越时光附身他人的能力，一个则可以短暂窥探过去发生的事儿。他们用这样的能力去帮助别人，为社会上的不公平发声，也可以为人们填上来不及实现的遗愿。剧里新奇的脑洞让人眼前一亮，而对超能力的幻想，或许只是我们普通人对于现实的无奈。剧里很多故事的情节设定，映射的都是现实中的你我。虽然是奇幻脑洞剧，却能让观众感同身受地渐入佳境。我是火龙果，喜欢的关注，谢谢。